友，第日個靚仔7歲，第二個女仔4歲。我有個兄弟姊妹，兩個家姐，一個哥哥，一個細佬。我排第四，我第中我我身高166cm，我體重66斤。我以前做過嘢喺Jakarta 2年，照顧小朋友，仲喺香港3個月照顧婆婆同自己屋企。我識煮中國餸，蒸雞、蒸豬肉餅、蝦餃西蘭花。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豬肉。我唔驚爆，我驚烤。多謝大家，多謝 OK，大家。好好好。誒，你姐姐你有冇達嘟啊？有冇達嘟？冇。OK，你有冇病要食藥？冇，冇。OK，你使唔使戴眼鏡睇嘢？係使唔使戴眼鏡？冇，冇。OK，你識唔識講英文？Speak English？冇，冇。你識唔識講廣東話？我識少少廣識少少。東話。OK OK。你之前做香港3個月係咪？係，哦，OK。你食唔食豬肉？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豬肉。哦，OK，good。你有冇食嘢敏感皮膚痕？有冇敏感食嘢？冇，冇，OK。你有冇借錢？香港有冇借錢？係。你喺香港有冇借錢？ Kamu pernah pinjam uang nggak dulu di Hong Kong, Mbak? 冇，OK，OK，好好好，OK，唔該